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8，诗篇143篇11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，互我搁活起来，照你的公义，引带我脱出患难。三角来祈祷，照你的公义，引带我脱出患难的天父。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永活上帝。主啊，我感谢你极大的稳定甲疼痛，互阮伫生活中面对困难甲挑战的时，会通因着你所赐的快乐甲帮助，通一步一步勇敢来向前。也互阮伫百般的试炼中，有你的神的帮助，通赢过一切的逆境甲艰难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你的名伫阮的中间，遐通意爱。主啊，你的名是大有权柄甲功效，求你因为你的名，互阮搁活起来，照你的公义，引带阮脱出患难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